经济部最近修订再生能源发电条例，有立委跟环保团体是发现讲，规定再生能源的定义并无台独烧废弃物，质疑讲有空芳。经济部能源署是指出讲，再生能源发电条例目前是各地立法院在讨论。再生能源，物炸绿能钱。立委甲环保团体早起针对 SRF 发电绝对毋是日常的代志来召开记者会。因讲经济部最近修订再生能源发电条例，甲烧废弃物发电为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内底汰掉。毋过，伫规定再生能源定义内底，煞无甲烧废弃物汰掉，即个是咧替烧本色发电存后步。经济部在同一个法案的预告版本中，把发电设备限缩到这个所谓的生物质的范围，为什么原始的定义不一起修正呢？这是官员实在太投机取巧了哈，而且跟国际间整个 SRF 的一些技术发展跟先进国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什么东西再利用都是再生，好欺骗国人。好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应该。所以今天我们强烈要求经济部要把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第3条第1条第1款的一般跟事业废弃物，好不是再生能源，应该把它拿掉。环保团体表示，再生能源发电条例第3条第1项第1款内底，国内一般废弃物甲一般事业废弃物等等，直接利用或者是经过处理产生的能源，根本就无属于再生能源。应该要为定义内底删除，才会当避免 SRF 的业者透过其他的方式或者是管道来申请补助。因为会当搁再利用的资源，并不是再生能源。因认为台湾目前 SRF 的成分汰选的机制无够严格，加上空污防治设备规范不足，致使 SRF 的使用有潜在环境的风险，特别是第二性排放的问题，恐惊会对环境也有身体有败害。我们已经把事业废弃物所以一般的事业废弃物把它分出来了。我们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里面只会奖励有生殖物的废弃物。经济部能源署表示，目前再生能源发电条例修订也搁伫立法院讨论当中，强调目前敢若有烧生殖物等等的有机物才有奖励，其他拢无伫奖励范围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